希望大家可以賞面點讚，未訂閱嘅記得訂閱、點讚、分享係完全免費㗎，多謝。呢度除咗選擇燕麥奶，其實都可以選擇其他，例如豆奶、杏仁奶、腰果奶等等，份量一樣，都係一樣。除咗選擇牛油果油之外，其實都可以選擇其他，例如粟米油、橄欖油、芥花籽油等等，份量一樣。將佢哋倒落個兜兜度，你會發覺佢哋水溝油咁，將佢哋攪一陣，佢哋就會合體。呢度必須講明，如果用白砂糖，出嚟嘅曲奇顏色會係白色；如果用咖啡色嘅糖，出嚟嘅曲奇就係咖啡色。所以用咩糖會影響曲奇嘅顏色。將糖同海鹽放入攪勻咗嘅燕麥奶同油一齊攪勻。攪勻就可以，唔使理啲糖溶唔溶。將麵粉同拋打粉擠入頭先嗰兜嘢度，然後攪勻佢。好耐之前，有同事問我，有關攪麵粉係唔係一定要同一個方向攪？我嘅答案係，攪西式嘅嘢就唔使咯，因為外國人冇呢個文化。朱古力應該選擇烘焙嘅朱古力，普通嘅朱古力得唔得先？當然得，但係焗完之後，朱古力會溶。呢度我係用咗直徑5厘米嘅雪糕筆，其實建議用4厘米比較理想。仲有，唔使堅持一定要用雪糕筆，如果冇嘅話，用匙羹就可以，跟住再同佢整容。
焗爐預熱攝氏180度10分鐘，然後放曲奇入焗爐焗12至14分鐘，完成。